屈臣氏蒸餾水屹立香港市場122週年，一直深受顧客嘅支持，全賴我哋保持 We Care 嘅精神。回想幾年前，香港受到疫情嘅影響，我哋迅速咁改裝部分嘅廠房，製造高質量嘅口罩，以應市民嘅急需。背後就係因為有 We Care。屈臣氏蒸餾水十分重視產品質素，產品以105度高溫複合蒸餾法，真正做到零雜質。喺2015年，我哋率先推出100% rPET 再生樽。我哋亦喺2019年創新推出 GreenPond 智能膠樽回收機，同埋 GreenPond 智能斟水機。我哋凡事以顧客為先，推出分分有禮滴滴賞手機應用程式。滴滴賞會員透過呢個 App 即可賺取滴滴賞積分，領取豐富餐飲同埋禮品等，更可以使用 GreenPond 智能膠樽回收機收取膠樽之後賺取環保積分。我哋嘅團隊有 We Care 嘅精神，亦都繼續延續喺社區。每年我哋贊助超過100個嘅活動，藉此參與社區嘅服務，鼓勵健康生活同埋運動。今次第12屆連續獲得頒發貼心企業嘉許，呢個獎項再一次肯定我哋嘅團隊嘅努力同埋發揮 We Care 精神，為顧客持續注入滿滿的健康能量。多謝各位。